大家好，我係李日豪，又嚟到花旗財富投資外匯市場點評嘅時間。今日係2025年嘅11月12號。隨住美國政府就嚟結束停擺，市場重新聚焦美國就業數據。花旗分析員預期喺12月聯儲局議息之前，將會公布3份嘅非農就業報告。雖然9月份數據可能會好啲，但係10月同埋11月嘅非農數據可能會急轉直下，所以維持12月減息嘅預期，或者會利淡美元。主流貨幣方面，我哋就比較睇好日元後市。隨住美國通脹放緩，聯儲局正逐步轉向寬鬆嘅貨幣政策，美國利率下跌或者會引發美元全面走弱。預料美元對日元亦將面臨下行壓力。2026年上半年甚至有機會下試135到140嘅水平。反而瑞士法郎嘅走勢就可能會比較落後。瑞士10月份通脹按年只係升0.1%，遠遠低過市場預期嘅按年升0.3%，亦都同瑞士央行嘅預測方向背道而馳。我哋預期今年內美元對瑞郎或者會喺0.7875至0.82嘅區間上落，較大機會向區間上限發展。今次嘅外匯市場點評時間就差唔多啦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